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盈叶牧师。3月17日，警铃又响起了。士师记16章到18章，我们要读的 RPG 祷告的金句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。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，你们是人类的盐，盐若失掉了咸味，就无法使它再咸。它已成为废物，只好丢掉，任人践踏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只有一个想法 ，again， 又来了，烦不烦啊？是失灵的警铃坏了吗？还是邻里真的失控了呢？却不自知啊？是啊，我们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啊？那个警铃不断一直响，是因为它太敏感了。它可能是里面的电子零件有一些潮湿，而一点点风吹草动，这个警铃就一直响个不停。而到最后我们干脆把插头拔掉，而那天晚上小偷就来了。这种例子太多了，而我们在生命里面，灵里面也有警铃哦，特别是神的儿女们。神不忍心看我们掉在那个败坏里，特别是属神的儿女们。在新约，耶稣基督明明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这世上的盐，我们是盐，不是做盐。我们不必做，我们是属神的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有就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，我们的国法不只是台湾国，不只是世界的这一些国际法庭法的这个遵守国际法，我们要遵守的更是上帝国的国法，上帝家的家法。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士师记16到18章，今天又来了。士师记其实从第3、4、6其实都讲到一个又，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而我们今天的经文落到这个最后，我们看到真的是那个结果，那个败坏的结果不敢想。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样吗？还有我们看那个参孙，其实在昨天讲到他的出生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预备，虽然他没有记载百姓受苦哀求耶和华，这很特别的地方可是却记载着神早就预备拯救的器皿在昨天经文13章第5节，参孙还没出生，神就已经预备要拯救。说到神的是永不失败的这个爱，到新约更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来显明。参孙真的是很难过那个美人关今天的经文就写到，他又爱上了大利拉，被大利拉哄骗的团团转而透露了他力量的来源。而这大利拉一点都不客气没有再重情分的马上叫人剃光他的头，
以至于大利拉就克制住了，而参孙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要非常警醒的。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如果我们执意，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不甩神的家法跟国法，让我们应景，而神真的是只能任凭我们吗？神会痛，神会心痛，而神离开不会是永久，神只是暂时，特别是他的儿女们，神自己自我设限，让我们可以去尝到那个滋味，以致我们可以来回头。我们看到参孙被非利士人拿住挖了双眼，饱受了羞辱，最后只得与敌人同归于尽。而这个还不是败坏的停止而已，我们看到继续17、18章所记载的，以法莲山地的米迦的家里，用银子交给银匠，铸一个像，安置在屋子内。以后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利未人，去到米迦的家里，被分派做祭司。米迦就去铸造了一个偶像，这是离开真理耶。而利未人去到设有偶像的地方，被分派做祭司，这也是不合真理的。我们来看啊，这种的情况不只是这样，不但一般人离开真理，就连当时候的祭司有这样子分也离开真理。神的真理不在一般人身上，没有果效。不止这样，连神的仆人也失去果效，这个就很严重了。我们看看接下来以法莲山地的那个利未人，他的妾因为行淫乱离开了他，回到父家。而他竟然在4个月后的清晨，带着仆人准备驴子，要去把他的妾接领回来耶。这件事情正说明了这个利未人并不反对罪行，不但不反对罪行，而且竟然姑息容忍罪恶。这个利未人有妻有妾，他自己有罪，又怎么能够去反对罪呢？也就是利未人，神的仆人都败坏了，一般的民众怎么能不败坏呢？求神来怜悯。而今天这段的经文对我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人人皆祭司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就像是利未人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这段经文对你跟我们是神的儿女来讲的，我们对于罪真的不能客气，不能容让，但我们常常在那十字路口，在那分岔处，不是吗？我们好像会被这世上的标准我们给影响了，而我们忘记了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天国的宪法是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也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本来就是光。我们一出现，其实那个光就是要驱除黑暗，那个盐就是要防备腐坏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功能功用，驱除黑暗，而不是我们跟着在黑暗中，而我们跟着腐坏。求神来怜悯，小到我们自己是不是容让那些罪渗透到我们的生命里，尤其是我们自己内心，我们的想要，我们的欲望呢？求神赦免我们，我们对罪不能客气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
使我们的生命被主来擦亮，不被这些肮脏污秽罪性，使我们这个光越来越不亮，使我们这个世上的盐越来越没有防腐的作用。我们跟着这世界走。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？很有关系。属神的，不管是俄罗斯或乌克兰，属神的我们都在这世界上，我们都有份，好不好？我们从为他们祷告开始，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不容让那个不公义开始，好吗？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公义，我们不能眼看着就要走向败坏的结局，而我们这两手一摊说，能怎么办呢？能就是先起来祷告，至少我们回到神的眼中那个标准。我能做的事情从我自己做起，不让别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，这永远都是神的标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提醒，你紧邻在我们生命中又响起，我们要谨惜，我们要谨慎，快回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恢复我们是光是盐。我们需要勇气，我们需要主你，我们同在可以得胜。谢谢主给我们力气，给我们勇气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活出神的公义、怜悯、慈爱。主必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他十足的勇气，因为他是爱，他要在世界上要成为光，成为盐。我们明天见。